嘿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伫个礼拜早起时，来看到大家来到教会有欢喜无？有哈。有嘛心内欢喜啦吼，这面应该嘛是应该足欢喜的吼，因为咱来到全能的主的头前吼，应该是甲咱普通时的烦恼啦，还是讲安怎吼？亲像我即摆开学一礼拜啊，心情有够郁卒的吼。看新闻嘛知影吼，讲找无老师啦吼啊，学生想要教就是你无法度逃走的人吼，做伙来分担就是安尼啦吼，所以我嘛是要来到上帝面前找迄个平安啦吼。好，即时礼拜时间已经到，咱做伙来祈祷。全能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引带阮兄弟姊妹经过一礼拜的平安，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你。主啊，求你即时圣神教阮伫地，安静阮的心，互阮逐人将阮普通时生活中所拄着的
不管是困难，还是要感谢的代志，拢带到你的面前，来祈求主你的旨意。愿将今日礼拜，为头到尾拢交伫主你的手中，求你来帮助阮，阮渴慕主你来帮阮，你使平安甲喜乐会临到阮的身上。阮逐人将阮今仔日的敬拜，搁一摆交伫主你的手，求你陪伴阮的心，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刘小姐平安。平安。咱今日来咱的练习时间啦吼，头到观众讲，大家来到遮放轻松啦吼。其实阮虽然定在领诗，其实大家若讲着要领诗吼，我啦袂食袂困吼。毋是我安尼尔，牧师讲伊讲台以前拢嘛要上讲台以前拢会紧张，吼所以无要紧，咱大家放轻松，拢就是甲咱的诗歌小可操练一下，吼。咱来唱第一首，写诗576首，576首，一共是576首。严肃的主题，就是讲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咱拢袂得到动摇，咱会赢过十字架的土苦头。咱主会知影咱的欠缺，互咱无得牢记。伊拢无放杀咱，互咱稳当。这首诗歌其实是曲嘛是德国词嘛是德国人写的吼。所以这德国的诗歌吼，拢较安尼一步一步照步来啦吼。所以咱入面会唱一首较美国式的歌吼，伊就迄个性质较无共吼。这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咱过来对第一节唱一遍。
好，咱搁来吟另外一首圣诗196首，无行歹人道路。一个尾奏给我们。第一再过来一遍。无惊歹人路路，存心教导，每日三思上帝法度，这人真正有福。第二节，这人若就一半。在地有罪客边，又无雕像，无生好看，就是过一回事。无行歹人道路，咱看到第4节，咱有一句话吼，第4节咱跳着用歹人拍切一半。哦，这个有的有中欠2环，变做拍啦。哦，啊拍切所以有道理，有切啊内底有人甲无人。哦，所以这个叫做拍切。哦，这可能咱较少用到的。好，无行歹人的道路，其实这首诗歌是对用心信诗这内底出来。啊，用心信诗其实是中文，还是讲？中文上早的圣诗，第一个版本是1818年马里逊，马里逊台中以前有一个马里逊的英语学校啦，外语学校。马里逊伊是编第一个这个用心信诗，拄开始编拢总有13首，咱这首无行歹人的道路是编第11首，第11首。迄个这条信息，这条用心信息开始的是，其实因为马里逊伫广东伫宣教，所以伊的用的语言是福州甲潮州这2种的方言。甲1852年，就是咱即摆看咱的信息这边顶写1852年的版本。1852年了后，伊才开始有所谓的厦门腔。厦门腔的这个版本，就是咱即摆唱的这个版本。其实咱马介1872年来台湾的时，开始来宣教的时，伊迄阵所唱的诗歌，就是用心信诗。迄阵已经有59首。其实这条用心信诗伫台湾的宣教士面顶，嘛是有一个真重要的情形，就是讲马介的第一个学生叫做颜清华。伊叫阿华，这是一个牧师。伊伫
马偕3月来到台湾，伊4月拄着马偕，马偕送伊一本册，伊看了这本册了后，伊讲好，我决定要来对马偕来做老师。这本册就是《用心神诗》，所以伫《用心神诗》这个马偕送伊这本册了后，伊转去厝里看了，第2天尔，伊来甲马偕讲，我来对你。你来做我的老师，所以这条用心神诗，这是真重要的，这个咱的诗歌。来，咱搁第1节、第2节来唱一遍。有行歹人道路，存心教导，你日三事上帝法度。这人真正有福，第2节。这人若手一半，在地有水溪边，也无无先好看，就是月子月时。用心神诗拄开始是有词无曲，到落尾咱变做圣诗的时，咱对遮甲转换过来，开始有4部的曲来，所以落尾现在咱长老教会爱唱4部，主要就是落尾传教士来的时，伊就甲4部的谱放入去，放伫用心神诗内底，所以开始咱有这个4部的歌通唱。伊的版本上早是算。下门腔的算足早的版本，到尾啊，才有北京腔的这个共款养心神诗，共款有这个物件。但是北京腔颠倒是较末期，所以这嘛是为什么讲咱长老教会下门腔的教会较爱唱圣诗，较爱唱4部。阮即马唱4部啦，咱第1节、第2节过来唱一遍，阮唱4部较清楚一寡，来。有行歹人道路，存心教导，你日三事上帝法度，这人真正有福。第2节，这人若手一半，在地有水溪边，也无骄奢，无先好看，就是月子月时。请咱闭目先来开始咱今日敬拜。
我的心尊主最大，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这时，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96首，无行歹人道路。圣诗第196首，无行歹人道路，存心毋敢恶毒。每日三思上帝法度，这人真正有福。请咱大家起立吟全首。请咱同心用主所教示咱的主祷文来祈祷，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咧咱成圣诗后面第56篇，也就是约翰一书。启用文第56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引。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伊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是因为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着。黑暗毋捌听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有对完做上帝名字。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嘛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都诚做人踮伫咱中间。上我阮的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
无人捌看见上帝。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伫个你圣的主日，因带阮众人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互阮通好有份伫个你的听当中，无骄疑，无惊吓，充满平安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天父，你将你的独生圣囝赏赐互阮，互阮众人的罪通过主耶稣一尽消除，互阮的性命有盼望。将来当阮完成阮人生的路站，阮有确信，阮有份伫主你永远的荣光当中。为着主你无尽的疼，阮满心感谢。毋过主啊，虽然阮知影你的教示，阮总是充满软弱佮罪性的，常常越头就袂记得你的恩典，敢若固定阮在世的享受，还佫有荣光，追求遐个无法度延续永远的活命的欲欲，直到得罪你。主啊，求你纪念你家己的名，为着你的名，引带阮行己的路。恳求主为着安尼，伊会当赦免阮的辜负，无记得阮的歹，互阮众人通好搁一遍来到你的面头前，你来祈求。恳求你的圣神引带阮，日日仰望你的恩典，时时有你的圣神甲阮同在，去引阮来亲近你。你用你生命的光照入伫阮的心，有你光明的所在就无黑暗，互阮通好每一日来荣光你的名。天父上帝，你以爱的是诚信，还佫有诚实的敬拜。若你组织阮文山教会的正经日，当阮一心专心来仰望你的时阵，恳求主，你透过今仔日的讲台，对阮的心灵来讲话，互阮属灵的目睭通好拍开，注目伫你；互阮属灵的耳仔通好拍开，听见主你美妙的声对阮讲话，阮就心满意足。这时刻，求你的圣心领教，将一切无属伫你的，拢离开这个殿。互阮众人会当专心来敬拜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个圣经士师记第16章第15节到第22节。士师记第16章第15节到22节。现着我来读。大利拉甲伊讲：你的心无念伫我，怎样讲你听我？你已经骗我3摆，无甲我讲你的气力在伫倒落。大利拉日日用话催伊逼伊，直到伊的心郁闷甲要死，就将伊的心底所藏的拢报伊，甲伊讲：永毋捌有剃头刀到伫我的头壳，因为我对母胎就归上帝做纳细耳人。若甲我剃起来，我的气力就离开我，我就软弱亲像别人。大利拉看见伊将心底所藏的拢甲伊讲，
就找人叫菲利斯人的首领，甲伊讲：请恁即摆阁上来，因为伊已经将心底所藏的拢甲我讲。菲利斯人的首领上去妇人人遐，迄个拳带伫手里，伊就互参孙困伫伊的骹头屋，叫一人来剃伊7股的头毛，对安尼困苦伊，伊的气力就离开伊。伊讲：参孙啊，菲利斯人要来掠你。参孙困就醒，心内讲：我要亲像前几若摆家己滚开，总是伊毋知，耶和华已经离开伊。菲利斯人掠伊，压伊的目睭，带伊到加萨，用当链绑伊，伊就伫家里画木。若是伊的头毛受剃了后，阁渐渐长起来。读圣经到这，即时请圣歌队来为咱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所行合主之意》。
讲道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难过美人关”。各位姐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昨天上帝伫你的面前，阮献上感谢，感谢你每一天会带领，每一天会引带，互我会当伫生活中，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的过程，拢因为你的恩典疼痛，互我会当搬过一切阻碍。嘛，互阮伫阮的生命中，搁一摆来领受你的话语，要成做帮助阮向前跑走的气力。愿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信心亲身引带，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英雄歹过美人关，有人知影即句话是对倒位出来无？有哦。这是呢，伊的出来所在是咧讲，伫过去中国历史顶面有侪迄个为着迄个女性，然后放弃江山的遮的君王，所以有即句话出来。其实即句话嘛是咧甲咱讲，咱后代的人爱去明白了解，是咱人拢爱看迄个水的，看迄个好的迄面。但是呢，这是一个历史顶面的教训。所以咧讲，若拄着遮好的，袂当伫遮咱看做水的面前呢，失去了迄个理智，嘛袂当无迄个原则伫的。也毋过，咱若对迄个历史的观点来看，即个英雄甲美人其实有真侪故事，有的是真水的，但是有的嘛，迄个结局嘛是真无好的。不过，咱若对《士师记》中间参孙的记载来看，参孙会拄到即款的境遇，咱会当对人性的即个弱点，也是讲对迄个心理学内面来做一个研讨的看。咱会当来想象，参孙即个人，伊做出即种的行为，也是动作了后，伊为虾米会是即款的方式呢？我咧想，上帝原本将参孙所设定的即个人生啊，是要互伊成做一个圣洁的人，是要互伊成做一个会当带以色列百姓行出来的人，是要来完成上帝所托付交代伊话的人。所以参孙的故事，咱若对13章，咱会当记伫迄个时阵，伫参孙伊还未出世之前，上帝就甲参孙的父母讲，即个囡仔你爱分别做圣，即个囡仔爱互伊成做礼俗人，将来爱献互上帝来使用。不过，咱对《士师记》13章一直看到今仔日16章，伫这记载中间，参孙是一再咧违反上帝对礼俗人的规定。那呢，上帝当初予伊的这个任务甲使命要安怎呢？以色列百姓要怎样来透过参孙来明白上帝的心意甲带领呢？咱生活伫现代，其实这种的故事、类似的情形，一再伫咱的世界、伫咱的生活中不断地出现。英雄甲美人的这个角色，虽然是对一个男性父权的角度来做解说，但是咱伫信仰内面这种性别的这个角色，其实袂影响到上帝要对咱的启示。那呢，伫今仔16章内面，参孙伊要面对伊人生中间伊的选择，这个上尾结果，然后伊嘛要来回应上帝对伊的呼召。伫《士师记》16章一开始，记录着参孙的故事的第2段，就是参孙搁一摆，互人发现，伊出现伫一个礼俗人，也是讲以色列人无应该出现的所在。这个所在是伫非利士人的加萨这个城市。
伫遮，参孙搁一届去追求一位非利士的女子。经文记载讲，即个女子是一位咧做妓女的女子。参孙会去找一位伫社会即个底层的人。咱若是从头前咱所读的对14章到15章中间，参孙咧追求迄个听骂的女子即件代志，迄个代志所引发的即个后果是真复杂的。所以伫16章一开始，佫记载着讲，参孙佫一届去追求一位妓女，可能参孙会认为是后壁会发生的即个结果，可能会是较无遐严重的影响。也毋过，即时阵的参孙，咱咧想伫15章的时阵记载着，参孙杀死侪非利士人，伊佫毁坏非利士人因的农作物。伊则对非利士人将伊绑起来，中间去逃走。那呢，即时刻，参孙伫非利士人的即个加萨的即个城市内底，伊要去找到一位安全即种的女性，其实是无可能的。所以，咱会当看到，当迄位非利士的女子咧接近参孙的时阵，加萨城内面的遮个非利士的男性。因咧做一个计谋，要一个陷阱，要来掠参孙。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因所设的即个陷阱，是要互伫参孙伫规透暝了后，伊无体力了后，会当真简单将参孙掠起来。参孙敢有遐误？其实参孙知影非利士人的计谋。伊颠倒以用的聪明来赢过敌人，伊比非利士人因所掠的即个时间佫较早来离开，所以伊参孙毋若是对因的陷阱离开尔，伊佫将加萨城的即个城门做伙甲关走。咱对文理的里面来看，参孙伫即个时刻所做的代志。甲其他的所在做一个比较的时阵，这是一个象征，一个军事顶面的胜利的一个描述。总是这种形象的描述，是讲到伊带着对敌的这个城的门来离开这件代志。但是这件代志并不是一个军事顶面的胜利，因为参孙嘛不是要用这个伊摕这个门离开，当做伊的战利品。参孙嘛，毋是要用即个战利品来呼召遐个以色列人做伙来对抗非利士人。所以，拿来看，参孙将即个加萨城的门摕走，其实对参孙本身以及以色列百姓来讲，要得到讨棒拯救，伫即个时刻是无的。所以，参孙伫即届。搁一届逃走了后，搁一届照着家己的欲望，做出甲家己的身份无相符合的代志。这件代志伫士师记开始，就是伫记载参孙还未出世之前，上帝对伊的期待是无共款的。虽然参孙伊用的智慧，伊用伊的这个聪明来赢过加萨城的这个非利士人。但是，当参孙伫还未去到加萨的进前，伊要入去这个土地的这件代志来看，其实咧显出伊毋是真正巧的人。参孙为着家己的欲望，伊无愿意去回应上帝的呼召，而且将家己陷落伫这个危险的中间。咱若看到参孙的故事到这个所在，其实我会怀疑一件代志，就是参孙甲真正明白上帝对伊的心意吗？参孙还未出世之前，就互设定真做历俗人，就互上帝选调要真做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控制的人，但是。参孙渐渐大汉，
伊的行为举止渐渐脱离上帝所设定的角色，伊照着家己的欢喜、家己的厌恶、家己的欲望，行伫甲上帝心意无共款的道路顶面。各位兄弟姊妹，对过去一直到今仔日，牧师要请大家来想一个问题，就是你知影家己互上帝所设定的角色定位也无？就是上帝甲你呼召的方向，你敢知影吗？有可能咱过去一生到现在，咱拢无清楚，但是咱家己伫家己的家庭、工作的职场、人际关系中间，人的你家己的这个设定，其实这是上帝伫你的生命、伫你的人生中间，透过伊所设定，互你表现出来这个外观、个性、行为模式、成长背景的故事，这拢是会当形塑咱每一个人的人物的设定。所以伫现实的生活中间，上帝对你个人的这人物的设定以外，同时嘛，互咱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嘛，因为过去上帝替咱所想的，互你伫成长过程这经历的，一直到你每一届做自由的选择的过程中间，直到今仔日，你所展现出来的这个个人的风格、你的个性、你的性格，也是你一生所建立甲经营的品牌，影响到别人的观感者等等，这一切拢互你成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人。这一切嘛是咧，互你来展现上帝部分的形象甲样式伫你的身躯顶。那安尼来看，无的确咱要生存伫即个社会，咱要伫即个竞争的中间要活落去。伫迄个利害关系中间，咱去做一个咱去权衡的下面，有可能咱会去牺牲，也是甲扛起来。迄个上帝原本对咱的即个身躯顶的即个形象甲样式，就是咱会为着某种的关系、某种的情景、某种的利益，咱会袂记得上帝早就放伫咱身躯顶迄个形象甲样式。那呢会改变上帝原本对咱人、对你个人生命中即个人物的设定。至到咱无法度真实去呈现咱原本上帝互咱的面貌，那安尼，咱要安怎来面对？咱要安怎来解决呢？我想，伫信仰的旅程中间，咱个人就要不断去反省思考家己甲上帝的关系。顶个月一直到现在，我开始咧备办明年度的教会明年度的事工计划表。伫还未开始要做进前，我就咧问家己几个问题。我问家己讲，上帝互我伫教会中的人物的设定是甚物呢？然后我敢有真正来真实反映出上帝爱我做这个人物的角色的。我伫上帝目睭中间，我敢有真实呈现出上帝所设定的这个样式的？伫教会内面，我敢有真正照着上帝的心意去做呢？我想，当咱咧备办家己，当咱伫生活中间，当咱伫职场的内面，其实咱会当问家己：我敢有符合上帝原本设定我伫即个角色顶面应该做的代志？伫四书记内面，
上帝要求持续咧使用着参孙。虽然参孙所拄着的状况看起来是无学着教训，所以伊伫追求即个非利士女子的过程中间，引起真大的混乱，伊嘛感觉无要紧。所以咱看，伫士师记16章第4节内面开始记载，讲参孙搁一届做了这共款的代志，搁一届因为安尼，互人掠起来。所以伫第1节到第3节，当参孙伊看见迄个非利士女子所带来危险的时，拿来讲，当第4节开始，伊拄着大利拉，伊就逃行，毋知要去倒位即件代志，会当表明即位女子一定是有一种互参孙真歹去抵抗的即种吸引力，因为伊对参孙爷得到遮的即个情报的即个手段呢，其实真简单，互人会当看破。因为伫经文中间，咱看到大利拉是直接咧问参孙，讲爱用什么款的方法会当将你绑起来，互你无法度震动。参孙若有聪明，伊应该对即个问题，伊应该有较醒伫的。总是伊犹原甲大利拉讲，参孙伊互人绑起来，大利拉照着伊参孙甲伊讲的，然后就叫遐非利士人来。虽然后来经文记载讲参孙就逃走，但毋过即款的举动、即款的行为，咱看是真戆啊！因为对遐已经知影要来掠伊的即个参孙，其实已经互人掠过啊，一届就有够，假使一届就知啊。总是代志毋是安尼。当大利拉一届搁一届，伫16章第10节到12节，以及13节到14节中间，大利拉一遍搁一遍用即款的方式，互参孙看起来是真正戆到会相信伊的话。参孙真正戆，但是有神学家讲，伊毋是敢若安尼尔，因为伊无对过去的经验中间学到任何的假释，无学到任何讲迄个我若泄露即个秘密的时阵会带来的危险性。所以参孙搁一届，就互大利拉用同款的虚情假意，将伊的请求，互参孙陷落伫即个陷阱中间。士师记对参孙的记载讲，伊毋若一届安尼，伊是一届搁一届，互非利士人掠起来。参孙忽略即件代志是为甚物呢？而且伊毋那呢，搁甲参孙搁甲大利拉讲家己是利属人的身份，以及伊安怎有即个困难，或者一切的经过。参孙，咱安尼来看，伊真正戆到有寸啊，互人无法度相信伊既然会做遮的代志。所以伫经文中间的描写，嘛显出参孙伫道德、伫灵性顶面会真软弱。所以参孙伫上尾伫16章28节中记载着讲，伊仰望上帝。为什么讲仰望呢？因为伫迄届，伊要用一个新的力量来向上帝求告的时，参孙整个的生命得到一个反转的时刻。这个时刻，才是参孙个人这个人物的设定，真正互显示出来。就伫非利士人的领袖比班将参孙正做祭米的迄个时刻，要献互非利士人的神的时，伫迄个时刻，参孙看起来敢若是拄着一个真不幸的困境。但是咱若详细读经文，咱会当讲参孙是家己向遐非利士人来导航的。实际上，参孙会陷入互人掠的即种情境中间，
是因为伊背离家己是隶属人的即个身份。咱嘛会当安尼看，伊互人掠起来，其实是因为伊无愿意分别家己的生活，专心来做服侍上帝的一个结果。伊互人掠起来，反倒转是因为伊为着满足家己的欲望即件代志。各位兄弟姊妹，参孙的出世，也未出世，伊就甲人无共款啊。相信伊是知影清楚伊家己互上帝拣选的身份，因为伊的父母对伊细汉的时阵，就遵照上帝的指示，遵照隶属人生活的方式来教导养饲参孙。也毋过参孙伊为着互家己的情欲来控制家己，伊放纵家己的行为，伊追求的毋是上帝的旨意，伊追求的是家己的意念。伫经文中间，抑佫一群人，就是迄群百姓。伫士师记13章甲16章内面，即群百姓因不但无向上帝来哀求、恳求上帝的帮赞，因颠倒将迄个有可能来拯救因的参孙交伫非利士人的手中。所以呢，对于参孙这个故事来看，上帝所期待这个实行的拯救，但是伫这段故事中间，看起来是无出现。所以咱会当来看的是，因为参孙甲遮个百姓，伫因的中间，上帝拯救无真实的临到，有可能是参孙回转转到上帝面前的迄个时间点伤晚，嘛有某种程度顶面讲啊，伊回转了迄个时间伤短啊，因为伊死啊。也毋过，咱爱注意的一件代志是，至少伊伫上尾所做，是对以色列拯救的一个开始。虽然百姓抑佫伫非利士人的控制下面。伫士师记上尾遐所记载16章以后到17章，迄种对一个群体中间受到外来的压迫，以及对群体中间迄种无公义所带来遮个灾难，至少已经开始有拯救的起步啊！尽管士师记渐渐对了。其实要来成做一个警句，要来甲咱人讲有关偶像的崇拜甲无顺服所带来结果，而且要将迄种渐渐对落的情况，嘛要用来做一种呼召。其实要呼召咱会当来对上帝来悔改，邀请人对上帝。也是咱人爱对上帝旨意爱忠心。各位兄弟姊妹，咱对参孙伊迄个时间、迄个世界，甲咱可能无法度想象。总是咱对家己的生活，咱对咱所面对的环境，伫咱真实的体验甲经验的中间。你会当去想象未来你要安怎来面对你所生活的世界吗？也是伫未来你永远会对着家己的欲望，还是因为咱讲啊，上帝互咱每一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但你会当去选择，会当去决定你所要做，总是毋通袂记一件代志。就是你所做，你爱家己去承担迄个结果。那安尼，咱会当思考一个问题是：你会挖靠家己的聪明，游走在世界和信仰之间吗？你用家己的聪明讲啊，我著即个时刻我符合世界，即个时刻我来符合伫上帝的教导。你会安尼做袂？也是你愿意去跟对上帝的心意，照着圣经中的教导原则来面对世界。咱所生活的世界，咱所
徛起的即块土地、国家、社会，无一定是亲像咱所想象的遐尼美好、平顺，也是败坏。咱所面对平顺的生活，也是艰难的环境的时，其实咱拢爱知影一件代志是咱拢伫上帝计划内面。咱来明白上帝使用咱每一个人，互咱伫即个世界成做一个真重要的影响者。那呢，咱有可能会亲像圣经中所记载的人物共款，可能会面对罪的时阵，咱无法度抵抗，咱陷落伫罪的陷阱内面。咱嘛有可能会照着家己的欲望去行，咱无法度脱离即个情欲的影响。咱亲像伫参孙的即个事件中间，是透过参孙来行出上帝伫人类中，上帝要互咱所看见的旨意。迄是因为上帝看重咱每一个人，看重人抑阁有迄个正直甲自由。所以上帝的意志，其实咱换一个层面来看，有可能互咱的自由、咱的选择来做一个干扰，无法度互上帝计划真顺利来向前来进行。那亲像士师记中间记载，参孙甲以色列百姓拢捌阻挡过上帝的旨意。伫参孙的故事中间，其实咱看到上帝恩典遥久咧做工，所以有时咱会想象讲，即个世界应该安怎来运行？咱会想象咱家己的家庭应该安怎来运作？咱会想象咱的职场工作应该是怎样的模式？有可能咱个人会想，咱的教会应该爱有什么款的面貌？无的确，咱应该咱想象的，拢有可能去阻挡着上帝旨意甲计划。那呢来看，咱要安怎互咱会当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呢？我想咱会有搁较侪甲上帝关系会好好，然后有搁较侪对上帝话的领受。所以安尼来看，对圣经记载，其实一开始，人就互证明对上帝是一个无信心的。所以上帝用恩典的方式，上帝咧找咱人，要互咱有迄个平安甲公义。咱看即个世界，即个地球顶面，抑阁有侪人是生活伫迄种丧凶、压迫，也是伫边缘的遮的人。其实圣经咧见证的是，遮的所有一切，因拢需要听到上帝的恩典。而且，去一个人无简单去相信恩典的世界，咱来见证，咱来去传扬。伫今仔日，士师记16章内面，参孙的故事结束啊。伫神学顶面的意义，是互咱一个警句，嘛是互咱有一个毋茫的讲法。咱若对上帝角度来看，上帝爱处理参孙甲以色列百姓的遮个代志。是一个真大的工程。咱来用人来看上帝咧处理这件代志，其实咱会感觉真灰心丧志。这个人完全无要听上帝的话。咱若对参孙做例，咱当对伊的身躯底看到啊，伊是一个真有活力、又有气力、又有力量，伊是一个有天赋异禀，但是伊拢浪费伫一个无价值的憔悴的动作的内面，所以当士师记16章上尾，上帝咧回应参孙迄个要死进前的一届要求的时阵，其实当参孙要求的即个动作，咱实在是无法度想象上帝，因为上帝是一个有耐心，咱无法度想象上帝是迄种真宽宏大量，上帝是一个互人感觉真
惊奇讶异的一个稳定伫的。最高也日姊妹，咱来明白一件代志：当咱真实回转向上帝的时阵，而且咱呼求上帝的名的时，上帝用迄个耐心、真宽大的度量，用基于的稳定，要来回应咱每一个人。咱若照即个来看时，伫人真固执，无要相信上帝伫迄个时期悠远咧展现伊信息的一面。所以参孙甲以色列百姓也好，也是一直到今仔日，咱人一直不断咧从重复，咱将上帝放袂记啊！以色列百姓甲咱，其实上帝拢无袂记哩咱，上帝要久咧等待咱。所以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士师记16章参孙的故事咧结束的时阵，其实毋是咧看上帝旨意有达成也无，其实是咧看到咱的愿望是建立伫上帝的信息顶面。咱的愿望是上帝用一个慈爱来对待伊背离伊的人。英雄的故事，这个主角到底是甚物人？敢会是参孙吗？我想上帝咧等待咱每一个人，来对伊的恩典做一个上好的回应。那呢？咱个人也是伫世间遮一切欲望、引诱、陷阱，就无法度影响咱对上帝的信心啊！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生活伫充满着引诱、陷阱的世界，有时伫无注意中间，阮就互遮所谓情欲、欲望所影响，跌落去罪的陷阱内面。阮恳求上帝帮助阮，互阮知影你的信息伫阮的中间。无论阮是甚物款的状态，伊拢甲阮伫地，互阮会当随时来到你的面前，忏悔、认罪、悔改。愿主帮助阮，互阮会当搁一届甲你有好的关系，互阮每一工来反省阮家己伫其他日的所有的作为、所讲的代志。愿主帮助阮，互阮的心亲像历史人共款，分别做成，献互你。我嘛恳求上帝来使用阮，帮助阮的一生行伫你的旨意的内面。愿将阮家己搁一届献上感谢啊！愿主你来使用阮，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唱回应的诗《成圣诗》第576首。成圣诗第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伫逐方面拢仰望伊。无论啥事，主气力极大，困苦的日，甲你扶持。见若靠主不免疼痛。徛石盘顶，拢袂摇动。请咱起立吟绝首。困苦
即时请咱未办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个甘心乐意。若是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您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即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大声，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咧咱周报的第2面，金句，请恁着学罗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大欢喜伊的命令下，即互人有福气。诗篇111篇第1节，搁一摆，恁着学罗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大欢喜伊的命令下，即互人有福气。诗篇111篇第1节。周报第3面圣工的分担，后礼拜领诗是我本人，司礼张景元执事，苏琴苏云伟姐妹，献诗是玛纳团契，还有正台中青，书献是张义如执事、郭金敦执事，交代张义如执事、朱月璇姊妹，音控陈佑珍兄弟，还有周宏邦兄弟，广告经理是咱柯博士。后礼拜的聚会内容，请咱家己来看。特别报告第拜3查经祈祷会，要查考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主理是李浩传道师，司礼是张景元执事。后礼拜的第2礼拜，题目是信心的行为，经文是雅各书第2章第1节到第17节。先信诗、金句，还有课文，请咱家己来看。主理是柯博士。请咱掀开着咱周报第6面消息的报告。消息的报告头一点，今年度的诵读圣经的活动，定伫个9月28号下晡1点到3点要来举行。报名为顶礼拜一直到9月21号下晡1点，拢会使报名，邀请敬拜团、万丰教会、主日学各团契，或者是友志，就是在座的各位兄弟姊妹，大家会使组队来报名哈。2个人以上就会使报名参与，请踊跃来参加。办法有公布伫咧咱的公布栏，或者是会当甲咱的干事遮来询问。报名表请交予郑仁娇执事或者是干事。
第2点，中执会开会通知，本主日中昼12点半，伫咱地下室1楼召开本年度第5遍的中执会，请中执参与。第3点，信用课程9月13号，也就是后礼拜六下晡1点到2点，有报名信用课程的兄弟，请会记来上课哦。第4点，玛纳主日后礼拜的主日9月14号是玛纳主日。玛纳团契会来带领咱做伙礼拜，请为玛纳团契来代祷，求主会当赏赐互因智慧、快乐、平安、喜乐，会当带领遮伫个玛纳团契聚会青年，伫个主的听当中建造因家己，嘛建造咱的教会，做伙跑走天路。第5点，圣讲事奉表，请咱各团契甲后一季的聚会表交互咱干事，伫个9月15号，后礼拜一以前。咱干事要排圣讲事奉表。第6点，奖学金的申请，欢迎囡仔你的成绩有符合伫标准的，平均国中80分以上，高中还佫有大专研究所75分以上，会当甲你的成绩单正本，还佫有申请表交互咱干事。注意咱的缴交期限9月28号。第7点。亲子小组的聚会通知，咱亲子小组要伫个后礼拜六9月13号1点到4点，进行本学期的第1遍聚会。聚会内容是要读一本书，叫做《与孩子一起立界限》，甲你的囡仔做伙立界线，介重要吼。若是有意愿想要了解遮个内容，或者是参加咱亲子小组聚会的家庭，会当甲我本人，或者是咱师母来联系。第8点，儿童主日学才艺班开课通知。即遍咱有开2种课程，手作班，还佫有桌球班。上课的日期，因为咱10月到12月要筹备咱的圣诞剧，所以10月到12月咱无要上才艺班。其他的日期，上课的日期有登记伫咧周报，时间是礼拜的11点到12点的上课时间，会当开放报名。今仔日就开始头1遍的上课啊，所以若是兄弟恁厝的有孙仔有来自由聚会，爱提醒因去1楼柜台填写报名表，另外是爱交费用500块。第9点，电影讲座分享，咱请团队来补充。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吼，咱教会即届要举办即个星语深渊响应的即个情绪教育电影讲座的分享。目前已经到周围的遮个国高中拢有收到即个通知，有的有答应要帮咱教会来做甲学生做一寡宣传。所以伫即个部分，因为我嘛知影有一寡兄弟姊妹可能会想要来参加，所以我特别伫遮甲大家解说一下。就是邀请各位兄弟姊妹，恁若是有兴趣的，即个活动有分上半场甲下半场，所以伫咧电影欣赏的部分，会当邀请所有的兄弟姊妹，恁拢会当来参加即个电影欣赏的部分。总是到6点到9点的即个时间，就是做伙用餐，甲彼此的交易、讨论、讲座的即个部分。因为为着要互青年因之间有一个较好的沟通甲分享，所以即个部分邀请就是恁身躯边的遮个青年朋友，包括是教会的社青，社青就是差不多，我头拄有看法规啦，20岁以上，40岁以下，总是你若是感觉你的小可感觉佫会当迄个。真少年的话啦，总是嘛是会当来参加啦，总是嘛是希望讲即个时间，特别是讲座的时阵，会当互遮个青年朋友，因有彼此有较共同的话题，甲当咧面对着一寡的困境，安尼嘛互因有一个较好的彼此分享的即个时间，安尼，所以伫遮甲大家解说一下，就是邀请各位兄弟姊妹，恁若有兴趣，会当来看即个影片。即个影片伫进前迄个电影院有播映，后来已经下档啊，恁若是有兴趣，袂赴来看的时阵，会当来教会来做伙欣赏，总是6点到9点的即个活动甲讲座，就互青年朋友来参加。所以恁若身躯边有一寡朋友，青年朋友，也是讲恁孙仔啦，啥物的，嘛会当来邀请因来参加即个
电影的欣赏，甲即个讲座的分享安尼，以上报告。好，感谢团导吼。咱州部后壁还佫有教会集体交通，还佫有教界的消息，请咱还佫有儿童主日学的内容，请咱家己来看吼。补充，儿童主日学，咱今仔日已经开始新一季的课程，快乐的回家。主日学即马开始要上尼希米记，还佫有以斯拉记，所以遮个内容，阮逐礼拜拢有刊登伫咧州部，请欢迎会当去，甲恁厝内的囡仔，还佫有孙仔，会使甲因讨论遮个问题。好，报告到即，即碟请咱做伙来行平安礼。歹势，新朋友介绍。大家平安吼，咱今仔日有2位新朋友，第一位是陈伟霆，伊是啥？伊是春燕姐甲郑吉祥的囝吼，伊目前伫纽西兰咧工作，最近转来台湾陪爸爸妈妈，欢迎伊。第二位是杨世宏。伊是即马伫警察专科学校咧读册啦吼，最近来到台北，伊是咱团队介绍来，本身是伫东港教会咧聚会，讲咧补充。补充，迄阮同学因教会的青年啦，较害羞吼，所以你会当先坐咧无要紧啦，我惊你会伤尴尬嘿，所以大家等下对伊咧握手啊，也是讲甲伊欢迎的时阵。唔免伤热情，就是安尼小可安尼就好，吼，但是真诚，但是稍微不用那么热情的关系，就真诚表达我们的欢迎这样子。好这是阮同学伫东港教会咧做团队，伊特别甲我讲，因的青年来台北读册，一定爱来甲关心来教会安尼，吼，多谢。感谢吼，新朋友一日欢迎，终身欢迎我们会含蓄的欢迎。好，这点请咱大家做伙来行平安礼。
诗成圣诗第389首，阿罗上帝至权至尊。金诗煞，请咱科牧师为咱来祝祷。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授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盼望，细亲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咱大家。